現年77歲嘅香港殿堂級歌手徐小鳳，近年嚟好少公開露面，幾乎唔參與任何商業演出同公開宣傳活動，只係活躍喺相熟好友組織嘅私人聚會入面，日常行程好少對外公開，淨係得少數同佢關係親近嘅圈內人可以偶爾影到佢近況。佢同李錦記第三代繼承人李文達97歲嘅遺孀李蔡美玲、知名醫生楊醫生等人不時私下聚會。幾個人認識咗好多年，關係相當好，幾乎每個月都會揾唔同地方小聚一次，唔使安排任何公開流程，全程都係熟人之間嘅輕鬆交流。早前眾人先啱啱聚埋為楊醫生慶祝生日，當時徐小鳳、李蔡美玲都準時出席，全程冇對外發佈任何相關動態。聚會結束之後好耐，先有少量現場相片透過私人渠道流出，被部分關注佢哋動態嘅粉絲見到。先冇幾耐，眾人又再次聚埋，今次聚會地點直接定咗喺李錦記家族嘅私人別墅豪宅，一行人專程前往別墅內部參觀作客，想必係受到李蔡美玲嘅正式邀約，先至可以入到平時唔對外開放嘅家族大宅內部。而李錦記家族呢棟別墅豪華程度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好多喺香港生活咗多年嘅資深地產行業從業者，之前都只係聽過呢棟大宅嘅相關傳聞，從來冇機會睇到內部嘅真實樣貌。徐小鳳喺李錦記家族別墅嘅唔同區域留低咗唔少相片，呢啲相都係同行好友隨手影嘅，冇安排專業拍攝團隊，都冇提前做任何拍攝規劃。由於別墅整體佔地面積好大，而且內部外部嘅裝潢富麗堂皇，所有公共區域嘅燈光全部打開之後，成個大宅燈火通明，再加上周圍嘅自然景觀維護得非常好，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自成景點，唔使特登揾角度，點影都靚。當日徐小鳳身穿黑色花紋長裙現身，戴咗一副精緻嘅墨鏡，搭配咗簡單嘅珍珠首飾，整體打扮貴氣又迷人，完全睇唔出係已經77歲嘅狀態。咪睇佢已經年近80歲，但係頭髮濃密，髮型打理得一絲不苟，而且又化咗精緻嘅淡妝，成個人嘅氣色非常好，望落好似個養尊處優嘅貴婦一樣。喺別墅內，徐小鳳受到女主人李蔡美玲嘅熱情接待，全程由李蔡美玲親自陪住佢參觀每一個區域，亦都受到其他所有在場賓客嘅尊重。合照嗰陣，大家都主動圍繞喺佢身邊，將最中間嘅位留俾佢。唔知情嘅路人見到呢個場面，仲以為佢先係呢棟別墅嘅女主人。徐小鳳喺別墅區內嘅唔同位置留影，呢啲私人相片後續透過好友嘅社交賬號流出之後，繼而曝光咗李錦記大宅嘅整體風貌。唔少之前只係聽過相關傳聞嘅網友睇完相之後都表示，真係唔講得笑，呢棟大宅壯觀又綺麗，完全超出咗大家之前嘅想象。呢套超級別墅喺建築物嘅外觀設計上以歐式風格為主，從建築嘅外牆石材到窗嘅造型，全部按照經典歐式莊園嘅標準打造，所有材料都係當年從歐洲直接採購運到香港嘅。別墅前區有一個相當開闊嘅草坪，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，睇得出呢度嘅綠植長期有專門嘅團隊定期打理，每日都有工作人員修剪草坪、清理落葉，所以無論係草坪嘅狀態，定係周邊植物景觀嘅造型、形態都顯得非常好，冇任何雜亂嘅部分，整體俾人一種置身歐洲私人莊園嘅感覺。而別墅除咗有大面積嘅花園，唔少得嘅仲有配套嘅私人泳池，泳池喺大宅嘅正後方，佔地面積都極大，長度達到咗標準比賽泳池嘅一半，周邊全部鋪設咗防滑石材，周圍仲擺放咗多張休閒躺椅，由此亦都凸顯出別墅嘅壯觀與大氣，完全可以媲美好多知名嘅歐式莊園。戶外花園面積好大，種植咗上百種唔同嘅珍稀植物，每到唔同嘅季節都會有對應嘅花卉開放。平時李蔡美玲都會成日喺花園度散步，活動身體。室內嘅裝潢更加別致豪華，所有嘅裝修材料全部都係定製款，冇任何批量生產嘅普通建材。豪宅內部以歐式簡約風為主，整體色調以白色為主，
場面全部做咗特殊嘅肌理處理，顯得典雅大氣，唔會俾人過於厚重嘅壓迫感。大廳嘅頂上有一個壯觀嘅水晶燈，全部由進口水晶拼接而成，重量超過幾百公斤。天頂有2層樓咁高，企喺大廳入面抬頭向上望，氣派十足。大廳中擺放咗幾組寬大嘅白色梳化，正對住牆身嘅位置設置咗復古造型嘅壁爐，旁邊靠牆嘅位置放咗一部限量款嘅3個鋼琴，平時偶爾會有家族成員喺呢度彈奏。而會客大廳同樣壯觀，空間面積比1樓大廳仲要大，同樣擺放咗大型嘅白色梳化，地面鋪設嘅地毯係專門定製嘅紅色手工地毯，從國外嘅手工工坊定製之後運到香港，成個製作週期超過1年。而茶几同凳腳都係以水晶製成，喺燈光嘅照射下會折射出唔同嘅光澤，所有家具嘅邊角都做咗打磨處理，細節部分處理得非常到位。徐小鳳與李蔡美玲坐喺大廳嘅梳化上，每人手上揸住一個咪，2個人望落準備要高歌幾曲。現場仲有專門嘅工作人員負責調校音響設備，呢個應該都係作客別墅嘅必備節目之一。2個人合作演唱咗好幾首經典嘅老歌，在場嘅其他賓客都坐喺旁邊靜靜聆聽，氛圍非常輕鬆。李蔡美玲仲帶咗眾人參觀別墅2樓嘅私人書房，以及專門用來收藏飾物嘅獨立房間。書房入面擺放咗滿幾大牆嘅書櫃，收藏咗大量唔同年代嘅珍貴書籍，好多都係市面上已經絕版嘅版本。收藏飾物嘅房間入面擺放咗一排排定製嘅展示櫃，入面存放咗李蔡美玲多年來收藏嘅各類珠寶首飾、古董擺件，藏品之多令人嘆為觀止，處處彰顯出嘅係大戶人家嘅豪氣，好多藏品嘅價值都難以估算。成個參觀行程從白天持續到夜晚，一行人從戶外花園逛到室內各個樓層，幾乎走遍咗大宅嘅所有公共區域。每到一個新嘅區域，大家都會停下來交流一陣，睇下唔同區域嘅設計細節。夜晚，李蔡美玲仲安排咗精美嘅晚宴，所有菜品都係專門從旗下高端餐廳調嚟嘅頂級廚師現場製作，食材全部選用當日採購嘅最新鮮嘅品類。眾人食飽飲醉，盡興而歸。離開嗰陣，每個人都收到李蔡美玲準備嘅小伴手禮。呢個豪宅喺香港絕對稱得上係數一數二嘅大宅，從佔地面積、從裝修風格就可見一斑。喺香港呢種土地資源極度稀缺嘅城市，能夠擁有咁大面積嘅獨立別墅，本身就已經係身份同財力嘅象徵。相關行業嘅資深分析師估算，呢棟大宅嘅市值早就已經達到幾十億，而且因為李錦記家族從未對外釋放過出售嘅意向，實際嘅市場價值仲持續上升。而能夠坐擁咁壯觀嘅豪宅，亦都只能夠係頂級嘅超級富豪。事實上，呢棟豪宅從建成開始就一直屬於李錦記家族所有，從未對外轉手過。喺福布斯公布嘅2026富豪榜上，李錦記家族嘅李氏兄妹以176億美元嘅身家排喺榜單第4位。呢個家族已經連續多年躋身香港富豪榜嘅前4，成為能夠比肩香港傳統4大家族嘅豪門家族。旗下業務覆蓋醬料生產、健康產品、地產等多個領域，產業佈局遍佈全球多個國家同地區。豪宅嘅主人之一李蔡美玲係李文達嘅遺孀，今年佢已經97歲，目前係呢個家族入面輩分最高嘅一位。喺家族內部擁有極高嘅話語權，所有家族成員都非常尊重佢嘅意見。重點係從被公開嘅相片嚟睇，佢狀態好到不得了，食得飲得，行動自如，仲可以同徐小鳳一齊揸住米高歌，全程唔使身邊人攙扶。當日佢身穿藍色花裙，搭配咗精緻嘅珠寶頸鏈，成個人嘅氣息非常好。呢個樣望落一啲都唔似97歲高齡之人。好多同佢相熟嘅朋友都表示，李蔡美玲平時生活作息非常規律，每日都會喺花園度散步1個鐘，飲食亦都非常清淡。咁多年來一直保持住好好嘅生活習慣，所以去到呢個年紀身體狀態都仲可以咁好。
而李蔡美玲難得邀請友人到豪宅作客，平時呢棟大宅幾乎唔會對外開放，今次邀請徐小鳳等好友上門聚會，先繼而令到李錦記大宅嘅內外風貌被公開曝光，好多之前完全冇機會睇到嘅細節，今次都透過現場相片展現在公眾面前，真係令人大開眼界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